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一座地方法院大楼的门口前呢，再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上报有12人死亡，27人受伤。这塔利班下面的自由人党承认讲是因犯案的，不过这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高层说讲唔是。总理哈利夫就讲，这场恐怖攻击是印度所支持的极端团体做的，也那印度政府是回应讲无证无据，就唔通乌白乱抓。伊斯兰马巴德这座地方法院，逐天拢有几百个人出入。伫当地时间11中到12点39分，一个查甫人以自杀攻击的方式，伫法院大楼的门头前引爆炸弹，爆炸的声连几英里外拢听甲清清楚楚，会当看出威力有偌大。路边的车风烧甲臭火大，过路人去法院办代志的民众拢互帮着，现场密密麻麻。内政部长纳克有话讲，对这监视录影画面会当看出放炸弹的人，本地是想要入去法院的大楼，但是无成功，才转甲目标锁定伫一台警察车。ये अब हमने पहली प्रायोरिटी में हम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उस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 वो कौन है मैं आपको श्योर कराता हूं कि हम अगले चंद घंटों में इस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 लेंगे 在案发的后，极进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旗下的分支自由人党向当地媒体承认犯案，但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高层却阁对外来否认。巴基斯坦当局在证据无够的状况之下，第一时间就讲印度是中间人。总理沙利夫讲，这个恐怖攻击是印度支持的极端团体做的，和印度政府的发言人反驳讲，完全无证据，拢是家己编的。讲那这件伊斯兰马巴德这个自杀攻击的前一天，伫印度首都德里嘛发生造成8人无命的汽车爆炸的案件。当局并无把这个案件归作是恐怖攻击，但却甲伊交予反恐单位来调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